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蔡英文甲陈田辉连任竞选总部将伫这个礼拜六成立。陈田辉的二师兄家人市长林佑昌特别南下，甲多位后援会长做伙为师妹陈田辉加油，并且拜托乡亲全力支持陈田辉，予伊再次高票连任。立法委员陈田辉上午伫这位后援会会长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包括家人市长林佑昌嘛特别南下，全力推荐国会评鉴第1名的陈田辉，会用再次高票来连任。林佑昌表示，陈田辉12年来的立委表现，大家拢看会到，推动法案超过2000件，中央争取的经费更加高达545亿，这样优质的立委，应该予伊继续留伫立法院。他不止把我们的法案、把我们的预算顾得很好，为咱台南市呢争取545亿，超过这个预算建设咱地方。他是国会评鉴第1名的立法委员，所以我毋瞒讲，这派伊不只是一定会当关关这个高票动算。伊即摆的选票，更较毋瞒讲大家来支持，能够在突破之前他的选票的一个高点，能够再创佳绩。我相信这是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对咱田辉的这个肯定。陈田辉嘛表示，2020这届选举真重要，希望大家一定要用选票来守护台湾，绝对袂用让台湾变成香港第2。在明年1月11号。我们一样要用我们的选票固住我们这个台湾民主自由价值的一个土地，跟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主权，所以也要拜托大家在12月7号一起到现场为蔡英文、为陈亭妃一起加油。我相信我们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一定要蔡英文1票，陈亭妃1票，然后民进党1票。因为只有国会过半，民进党的政党票很重要。蔡英文甲陈亭辉连任竞选总部预定伫这个礼拜六，12月7号下午3点，伫安南区草乌寮的大天宫广场来举行。只要到场参与的民众，伫散会时，佫用摕到限量版的竞选小物、菲菲姐姐 Q 版纸袋，欢迎民众做伙来支持小英甲亭辉。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立委候选人陈志小指控，赖清德伫担任台南市长的任内，放任焚化炉查地处理公司将炉渣用伫各项台南市的公共工程内面，所以4号上午前往台南地检署按零审告赖清德涉嫌盗窃。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参选人陈志孝4日前往台南地检署按铃申告前台南市长赖清德，认为赖清德明知影应成公司贩售也未处理的焚化炉地渣予各工程公司，而且这案件2016年就被起诉，判决10个案件当中，案情上严重的，拢是集中伫咧台南，市府确估付钱验收，涉嫌违反盗窃公众财害罪以及盗窃图利罪。明明依照合约，他可以要求这个厂商把它刨除，然后呢重新使用干净的土来完成这个工程，但是他选择不要，他选择去验收这些有毒的土，使得这些土现在还在我们台南的土地里面，总共5万多平方公尺，14万吨，那么大的一个数量，所以这就造成我们这些土。像雨水、地下水的冲刷，它的那个毒污是会蔓延的。那么严重的剧毒，赖清德知道，他将对台南市民，不管是放在这个道路里面，我们透过呼吸不小心接触到，都有可能会导致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决定去验收这些工程，所以这当然就符合了那个刑法第130条里面的
渎职，而且酿成灾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他去验收了，所以呢，这些厂商呢是不需要把那个土给它刨除了。那土现在还在那个地方，那厂商也本来是违约的状况啊，那也获利了啊，就是所以呢，这也符合那个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第6条的那个渎职，然后图利罪。针对施工单位，也则是应成公司以再生力料混充天然力料一案，台南市环保局长林远聪表示，目前环保署以及各县市的环保局，拢积极推动环保分化再生力料应用伫咧公共工程，透过品质检测、使用申报、环保主管机关卖合法管制编号以及清运连单机制，强化流向追踪管理，避免过去类似掺杂使用的案件再次发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立委王定宇召集经济部长沈荣金率领相关单位，前来台南甲250位中小企业人士进行对话。会中经济部长表示，台商返来台湾投资的金额目前已经达到7033亿。政府嘛会全力予企业伫个水源、土地甲能源上大帮助。投资台湾创经济座谈会29日伫桂林区举行，主办单位立法委员王定宇服务处邀请经济部长沈荣金率领相关局处官员，南下甲台南在地250位中小企业人士进行意见交流，希望解决中小企业目前所面临到的瓶颈。当一个国家亲像咱一个家庭，大家未歹过的时阵，袂当干那去顾好过的人，咱爱去看拄着困难的企业主。安怎来辅导？所以第2个，咱今仔希望就是针对这一波台湾即摆景气是袂歹，包括咱的公共工程咧招标吼，拢标袂出去，因着厂生意太好诶，欠工。敢若台积电投资咱南科，迄天苏贞昌议长来，伊走1条，你看1条爱叫偌济工来遐用啦吼，所以遮个情形造成人乐有别，希望咱会当平均发展。共存共荣。咱中小企业是国之磐石，所以讲这个时阵，阮爱互中小企业感受到。中小企业过去咧甲银行来往，普通拢3-4%左右，咱就掠3%，3%政府打一半，1.5%，所以在座诸位打1%，1半1.5%，所以这回这个1.5%，大家感觉真补。进步了，你心安的是好，大家咧变就安尼。经济部长沈荣金表示，因为美中贸易战开打，台商返台投资的金额，早至目前已经达到7033亿。政府伫水源、用电以及土地需求上，也已经做好准备。沈荣金强调，台商回流投资台南的金额是1300亿，经济部嘛致力辅导团产的升级，和传统产业甲高科技产业会当接轨，创造多赢局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提升绿色活动的竞争力，透过议员绿委应牵线，台北信义扶轮社特别提供龙岗国小、甲北寮国小远距教学设备，互偏乡的学童有免费的管道，会当学到更加侪知识。伫议员吕维应甲指导外语执行长王凯明的牵线，台北信义扶轮社上午伫社长蓝彦章的带领，特别南下捐赠价值超过66万。远距教学设备，予台南市的龙岗国小甲北寮国小，由教育局长陈清辉代表接收，并且颁发感谢状，感谢台北信义扶轮社。到城乡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教育资源某个程度上他们不管在这个募款上、经营上还有一些设备上，确实是比较欠缺啊。所以今天这个我在跟 Kevin 讨论之下其实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这个信义扶轮社所有的这个好朋友那可以把这个远距教学的设备来捐赠给这2所学校，因为我有这个远距教学的设备，他们可以让他们突破城乡差距跟城乡的这个距离，然后让这个我们的教育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人家更加努力。远从台北而来，大家都觉得台北的资源非常的多
双语人才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南部来讲，的确人才在师资这个部分，事实上还是有所不足。虽然我们事实上有双语的那个政策，其实都走在全台湾之前，但是我们偏乡的孩子那么师资基本上还是相对不足。所以如果能够透过线上的这种远距的一个学习，那有一些好的资源，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台北信义扶轮社的社长蓝彦章表示，其实关键设备不是重点。台北信义扶轮社过去5年来，透过课程的训练模式，导入李家同的课后辅导，赞助将近600万。因认为偏乡的补教教学无像都市遮尔方便，因此透过远距教学方式，希望会用提升偏乡学童的竞争力。台南新闻林根何超邦采访报道。天高咧防疫工作是一档四季拢袂当放松的。国际扶轮社3市7控地区特别关注12套天高探测器，予台南市加了一项防疫的利器。虽然已经进入冬天，但因为南部气温较悬，还是会予病媒网有机会存活。为了协助防疫工作，国际扶轮社3市7控地区的台南、东南扶轮社、凤凰扶轮社、益在扶轮社以及涵谷大屯山扶轮社，完整12套搭配平板电脑的天高探测器，协助台南市对抗天高热。感测器可以看到，那直接它在树下就可以看到天沟啦，或者是说这个树洞的状况，来决定施药以及做其他的防治的动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谢谢。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器具，我们希望说未来用不到没有登革热就用不到，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一些问题的话这个就可以做有效的防治的动作。非常感谢各位。那除了感谢之外，还是感谢，我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些器材，那不会辜负了这个扶轮社各位舍友以及议员，还有市民的期待。为了这套防疫工具，让检疫人员唔免阁闭关，就会当找出天高，或者是树坑内底的病媒网，有效降低疫情的发生，让民众的生命健康更加有保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市府交通局伫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内面设置交通教育主题馆，而且设立全国第一座免费的儿童道路驾驶模拟体验区，
现主时正式开放民众预约参观。负责管理大台南交通的智慧交通中心，为了让大台南的民众会使有正确的交通观念，同时让小朋友会使熟悉交通安全，特别伫中心当中设置了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透过互动式的体验甲侪侪相关的资料，要让来参观的民众会使有一个无同的交通安全教育。现在主题馆也开放预约，交通局也邀请民众做伙来学习交通安全。那希望所有的台南市的市民朋友，我们可以团体的预约的方式来参观我们今天这个教育的展示中心。那我们即日起开放预约，那民众可以在这个每个月的1号，我们就会开放下一个月的预约的场次。那这个12月跟1月的，我们今天开始就可以提供预约。那希望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学校、机关团体可以上网来预约，那带领我们的小朋友来在这边做参观。伫这个主题馆当中，上特别的就是3楼的儿童道路驾驶模拟区，整个模拟区拢是为小朋友设计的，让小朋友透过开车也或是骑车上路，来实际熟悉交通规则甲安全观念。同时，这也是全台首座免费的体验区，未来会使成为家长带小朋友来佚佗的好去处。今天很开心，我们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里面的交通教育体验馆来开幕哦。那我们这个体验馆里面有2个对交通安全教育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是交通教育的探索区，一个就是2楼的探索区以及3楼的儿童驾驶的体验区。好，那这个尤其是3楼的儿童驾驶体验区是国内第一个这个公营的这个可以用电动车的拟真的环境，让小朋友学习这个道路上面的标志、标线、号志真实的情况，来加深他们对于交通安全教育的了解跟认识。交通局提醒民众，这个中心现在开放预约的时间是拜1到拜4，一开始也只有接受15个人以上的团体预约。想要了解的民众，除了会使上网来查询以外，也会使扫这个 QR code 来了解。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高雄在地豆子剧团为2015年开始推出傻豆骑士系列的作品，得到民众的好评。到今年推出完结篇，在2月14、15号2天，将伫台港文化中心登场。文化局也邀请民众踊跃前往观赏。由着高雄在地豆子剧团所推出的傻豆骑士系列，这届就要来迎接系列的完结篇《傻豆骑士3》。如果是无看过前2集的民众也无要紧。剧团这届将会事前安排剧情的讲解。团长叶俊生强调，这届的《傻豆骑士3》是有真侪人的努力所打造出来，希望透过这部戏，让大家感受到伙伴的重要。傻豆骑士第1集是我们参加高雄春天艺术节的作品，那当初是我们另外一个也是很受欢迎叫豆豆小家系列，它延伸出来的一个番外篇。没想到呢，这个番外篇太红了。我们很多的粉丝们太喜欢，一直常常问团长说，团长什么时候还会演傻豆骑士啊？我总不能，但是我每年都在做新戏，所以呢，于是我们就继续做新戏。我在2015年的时候做傻豆骑士第1集，2年后2017年推出傻豆骑士2，我们也有在台南演，那个时候是在原生剧场演，在原生剧场也受到很好的口碑。于是，在2年后呢，我就希望把这个系列更完整。所以这次的傻豆骑士3，你会看到是傻豆骑士有史以来最强团队集结。那它也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我们做剧场人的精神。傻豆里面所有的伙伴一起集结，好像我们伙伴为了每次做一出戏，大家不断的努力。这个努力包括豆子剧团的努力，包括我们的幕前幕后团队、演员、技术工作人员、创作者。然后呢，像我们来到台江，也包括我们跟台江的伙伴们一起的努力，所以这个是《傻豆骑士3》里面我们最想要传递的精神，那个伙伴的力量。这届《傻豆骑士3》当中邀请了过去的演员共同来参与，同时也加入了2个重要的角色：凤梨大哥甲辣椒小姐的背后故事，要来挑战小朋友的看戏习惯。也希望让过去有看过这个系列的民众，会使再出来找回感动。这个故事内容呢，其实呢，第2集它是来回在过去跟现在之间，它是2个故事线，它在介绍傻豆的过去跟他们冒险王在未来的时候怎么去找回他们原本的伙伴跟新的伙伴团聚。那这一次呢，我觉得编剧他放了2个很艰困的任务，也就是把圣经的故事放进了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去挑战说，原来我们里面的2个元老凤梨大哥跟辣椒小姐，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去，他们为什么要在江湖里面流浪？为什么要去探险、要去冒险？其实他们有很难过的过去。
那在这个剧本这出戏看起来其实会有点灰暗，因为他们两个的过去其实有一点点的难过，跟他们的家人有关系。那这出戏呢，想要给观众的一个氛围其实是面对阴影，阳光就在我们背后。我们常常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候，那在这出戏里面呢，希望可以透过亲子，有一些地方其实有点难，有些难过，那小朋友可能会看不懂。那想要创造其实是亲子对话的空间。那在舞台上呢，这一次跟设计师们讨论很多，不管是在色彩的运用上，灯光上面有一些象征，不管是窗框的使用，或者是很多的花朵的运用，都是在象征我们透过想象力，或者是透过情感的迸发，我们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呢，这出戏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不只是希望小朋友看得很开心，而是家长们豆子剧团20几年这样子下来，然后其实一开始看戏的爸爸妈妈也都很从小朋友看到现在已经是爸爸妈妈了，那可以找回过去的回忆，然后也跟小朋友们一起创造新的回忆，是这出戏里面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即届的沙岛骑士赛也将要伫12月14号、15号2天选伫台港文化中心来演出。剧团也邀请民众莫错过这个无同的儿童剧，做伙来立场体验沙岛骑士的故事。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AI 人工智慧结合医疗已经是一种趋势。生体病医伫心脏内科的部分，就结合 AI 甲生医影像的资料，来辅助判断心脏超音波敢有无正常的功能，已经提悬到8成啦。这项成果嘛，到澳洲心脏学会来报告，为台湾争取公营。生体病新任院长蒋林在宣誓上近111年，就将兴建全台湾第一座智慧老人病院，运用现代科技来发展智慧医疗。上午，伊伫副院长陪同，由内科部主治医师刘炳燕首次发表该院运用伫心脏内科的成果，透过人工智慧来辅助判断心脏超音波感受异常的精准度，已经提高到8成6。甲过去小数是资深的医生，至少开20分钟来判断，省时个成功。这个检查在一般的医师来讲，都也是蛮困难的。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机器不累，医师不累，病人也不累的方式，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很精确的诊断。刚刚讲的8成6，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用机器来判读的话，大概有8成6的机会，他判读是不会有问题的。那这个在有经验的医师恐怕要非常非常小心，在30分钟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医生坦承，过去伫门诊面对电脑看病历资料的时间上长，相对互患者温暖的眼神上少，所以借着发展智慧医疗，除了减少医生读资料的过程，有搁较侪时间思考病人的状况。不管开药啊，或是治疗顶面，拢更加精准。今日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底降准后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几率有100%。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